精神分析系列4心理防衛機制投射性認同。大家好，我係李博士 Dr. Jason Lee， 臨床心理學家同臨床腦神經心理學家。今日同大家講解一個好有趣嘅話題：心理防衛機制，特別係投射性認同 （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）。呢啲專業術語可能有啲深，但唔使怕，我會用簡單嘅口語同例子解釋，等大家明白點解日常人際互動會有啲怪現象。準備好未？一齊開始啦！你有冇聽過呢啲講法？第一個問題係，有研究話，恐同嘅人即好憎同性戀嘅人，睇同志片時反而會有更大嘅生理反應，例如陰莖勃起程度高過一般人。第二個問題係，當兩個人互相有好感時，會唔自覺模仿對方嘅動作。第三個問題係，好多細路會唔自覺學佢哋阿爸阿媽嘅態度同人生觀。呢三個問題表面上好似唔同，但其實佢哋背後都同心理防衛機制 （psychological defense mechanism） 有關。今日我會集中講解投射性認同，用愛同恨嘅例子，等你有新角度睇人際關係。心理防衛機制係乜嘢？簡單講，心理防衛機制就係我哋用來保護自己嘅方法，避免心理上嘅痛苦，好似否定 denial 咁，係唔願意承認事實。例如，有人話你親人過咗身，你可能即刻話唔可能，一定搞錯咗，咁樣可以暫時唔使面對痛苦，但代價係你會失去對現實嘅理解。如果長期唔接受現實，就好似活喺幻象入面。否定唔單止係否認大事，日常都有。例如你唔承認自己緊張，唔承認中意某人，甚至唔承認自己有啲感覺，都係否定嘅一種。好似鴕鳥政策，睇唔到就當冇嘢，但其實係放棄咗現實檢驗 （reality testing）。心理防衛機制係唔係壞嘢？好多人覺得心理防衛機制係負面嘅，但其實佢哋有功用。就算係比較幼稚嘅機制，例如否定，都有用嘅時候。試想，如果有緊急情況要你勇敢面對，否認自己嘅恐懼可以幫你鼓起勇氣。所以佢哋係心理上嘅工具，唔係絕對嘅壞嘢。咩係投射 projection？ 投射就好似你將心裏面嘅嘢擲到別人身上。簡單啲講，就係你有啲感覺或者特質，自己唔想承認，於是就推到別人身上，話呢啲係佢嘅問題，唔關我事。假設你心裏有啲自私嘅想法，但你唔願意承認自己係自私嘅人，咁你會點做？好多時你會開始覺得身邊嘅人都好自私，甚至批評佢哋，你哋點解咁自私啊？咁樣你嘅不滿同責任就轉移咗俾別人，自己唔使面對。再講個經典例子，有啲人好反對同性戀，即係恐同者，但其實佢哋心裏可能有同性戀嘅傾向，只係佢哋唔想承認。於是佢哋將呢啲傾向投射到其他人身上，然後去討厭甚至攻擊嗰啲人，好似將自己嘅問題丟俾別人咩咁。投射 projection 係一種心理防衛機制，佢嘅意思係將自己唔想接受嘅內心面向或者特質推到別人身上。呢啲面向通常係你人格上嘅陰影 shadow， 即係你唔願意承認嘅部分。換句話講，嗰啲 haters 討厭者可能最憎嘅係佢哋自己心裏嘅一啲嘢，只不過你啱啱好有啲特質，令佢哋覺得你係個好目標，可以將內心嘅憎恨擲俾你。咩係心力內投 introjection？ 投射係由內到外，心力內投就係由外到內，吸納別人嘅特質。例如小朋友會模仿父母嘅價值觀同態度，喺弗洛伊德角度，呢個係防衛機制，因為佢追唔到異性相親，就模仿同性相親嘅特質，變成自己一部分。呢個過程有學習價值，久而久之會成為你嘅一部分。咩係投射性認同 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？ 投射性認同係投射嘅進階版，唔單止將你心裏嘅嘢投射到別人身上，仲會透過你嘅行為引導對方真係表現出你投射嘅特質，證明你嘅想法冇錯。
假設有個人佢心裏好自私，但佢唔想承認，佢會點做呢？第一步，佢會將自己嘅自私投射到別人身上，覺得其他人好自私，跟住佢可能會對人態度差啲，或者對佢哋有戒心。你諗下，如果你成日被人態度差咁對待，你會點反應？好多時你會變得防衛，甚至真係表現得自私啲。咁樣嗰個人就會話：睇，我講得啱，佢真係好自私。佢用自己嘅行為實現咗自己嘅預言。投射性認同 （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） 係一個更複雜嘅心理機制。每個人心裏都有好多面向，有自私嘅部分，有大愛嘅部分，有憤怒嘅部分，有平靜嘅部分。透過投射性認同，你會將自己嘅某個面向，例如自私，投射到別人身上，然後用你嘅行為去調出對方嘅自私一面。當對方真係表現出自私嘅行為時，你就覺得自己嘅假設得到證實，咁你就可以唔使面對自己嘅自私，將責任推俾別人。呢個過程好似自我實現嘅預言 （self-fulfilling prophecy）。你嘅行為令到對方按你嘅預期行動，最後證明你嘅想法成真。投射同投射性認同嘅分別：投射 projection 淨係將自己嘅感覺或特質推到別人身上，覺得呢個係佢嘅問題。例如恐同者可能將自己嘅同性戀傾向投射到別人身上，然後去討厭佢哋。投射性認同 （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） 唔單止將自己內心嘅一部分投射到別人身上，仲會用行為引導對方真係表現出你投射嘅嗰個特質，證明你嘅想法正確，或者實現你嘅預言，證明自己冇睇錯。例如一個人覺得別人自私，於是對佢態度差，最後對方真係變得自私。我會用恨同愛兩個例子解釋。例子一，恨。假設一個人好自私，但唔想承認自己自私，佢會點做？第一步，投射自私嘅特質到其他人。假設佢哋自私，咁會點影響你對佢嘅態度？可能你會對佢差啲，甚至唔懷好意。關鍵係，當你對佢差時，佢會唔會變得更自私？會嘅，呢個就係自我實現預言 （self-fulfilling prophecy）。你嘅行為令對方按你嘅投射行動，佢嘅回應就配合你嘅預期。例子二，愛。兩個人互相有好感時，會下意識模仿對方嘅動作，呢個同投射性認同好似。你期望對方愛你，就用愛嘅方式對待佢，佢可能真係會回應你嘅愛。當然，呢個要睇係咪雙向嘅投射，定係單方面。如果雙方都投射，就會好合拍，形成愛情。投射性認同嘅意義，用投射性認同嘅角度睇，兩個人唔再係獨立個體，而係形成一種心理一致 （psychological unison）。要從互動角度理解，你同對方共同創造咗一個現實。呢個同愛情嘅同步感好似，學術上叫主體間性 （intersubjectivity）。雙方喺同一個環境有共同體驗。投射性認同係重要一環。投射性認同係一個複雜但引人入勝嘅心理防衛機制。日常生活入面，千祈唔好太肯定你睇到嘅就係現實。人與人之間嘅關係係共同建構嘅，唔單止關乎一方。明白呢點，可能會喺關係上揾到出路。想唔想知道更多關於心理防衛機制？如果想，留言話我知啦。拜拜。